歡迎嚟到舍羅娜，從呼吸開始，揾返內在嘅滋養。如果呢個世界太嘈，我陪住你，將腦袋一齊帶返去平靜。呢度有一份安靜，有一個空間，等我哋一齊靜靜呼吸，溫柔同行。大家有冇覺得自己好孤獨啊？或者有冇啲時間呢係會覺得成日都自己一個好無助？我記得我其中有一次覺得自己好孤獨嘅時候，係因為 homesickness。雖然呢思鄉病呢就唔係一種病，算係一種適應障礙啦，但係佢帶俾我哋嘅情緒呢，唔單止係因為掛住，仲係一啲好深層嘅心理壓力。即係好無助啊，社交孤立啊，甚至可能會焦慮、會抑鬱。思鄉嘅情緒層次其實好豐富，唔單止係掛住，佢仲會俾到一啲心理壓力我哋。即係如果你啱啱去到新嘅地方呢，最簡單行入去超市去買嘢嘅時候，都已經分別得到，即係可能有啲嘢見到，哇，咁貴嘅，香港好平嘅啫喎。又或者你想買嗰樣嘢，但係冇一個牌子你認識嘅，跟住超市嘅環境啊，或者俾錢方式啦，去到用唔用膠袋啊，或者點樣用環保袋啊，都可能已經令你覺得有少少唔方便。通常第一次都冇事噶，但係你 keep 住日日都去面對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嘅時候呢，你嘅空虛感就可能因為咁而發生啦。跟住你去到新環境嘅時候呢，通常一開始呢，你舊嗰啲朋友呢都會 keep 住揾你嘅，但去到某一段時間呢，佢哋就開始揾得你越嚟越少，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噶嘛，咁呢啲嘢都好好理解嘅。只係有時可能見到佢哋有 gathering 啊，每一個人都好似過得好好喎，跟住都過得好開心喎，你可能呢就會有一個，點解我唔可以一齊同佢哋咁開心嘅？從而呢就會連帶到佢自己社交方面嘅問題啦。我冇咗以前嘅朋友圈子，可能覺得自己係一個外人，同環境格格不入。就算好努力咁樣同當地人溝通啊、社交，可能人哋笑得好開心嘅時候，就算你明佢哋講緊乜嘢，但係你 get 唔到嗰個笑話，跟住又有一個疏離感啦。跟住啱啱搬到去新嘅地方，跟住同屋企人聯繫嘅時候，可能一開始呢都會有一種我捨棄咗佢哋去追求新生活嘅感覺。我係咪掉低咗佢哋呢？佢哋會唔會埋怨我呢？佢哋會唔會覺得我咁樣做好自私呢？跟住就會產生咗罪疚感。跟住去到工作啦，可能喺香港我哋已經做到一定嘅職位，或者你係一個某個領域嘅專家。你喺朋友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人，但係依家呢，就所有嘢從頭開始。我冇咗呢個專長，我做咩價值啊？我冇咗呢個技能，我仲可唔可以生活到啊？我哋失去咗對生活細節嘅掌控感啊！當你滾下滾下嘅時候，所有嘅無助感、空虛感、孤獨感就會隨之而嚟。當我哋由熟悉有掌控感嘅環境搬到下一個陌生冇咗預算能力嘅地方，我哋嘅大腦機制又開始啟動啦。跟住我哋會諗到啲咩啊？我哋呢就會將以前所有舊嘅地方、舊嘅環境、舊嘅社交、所有人物事都將佢美化咗，有一個玫瑰色嘅濾鏡。你會喺度諗，如果我仲喺嗰度，我依家一定會好開心。美化咗以前，同時都災難化咗自己依家嘅生活，覺得自己點樣都融入唔到，覺得呢一世可能都係咁孤單，不斷將環境去比較，不斷咁再懷疑自己做嘅決定，我咪揀錯咗，我咪根本冇能力喺度生活。但係如果你覺得homesickness 係令到你脆弱，或者唔識去呢度呢，呢個並唔係你嘅錯。思鄉係一種保護機制，
我哋人類祖先如果離開咗部族太遠，佢哋嘅生存率會降低，所以大腦係習慣咗用唔舒服去提醒你要揾翻你嘅安全感。而解決方法唔係翻去以前咁，而係喺新嘅地方建立翻你可以有嘅掌控感，亦都唔需要太過怪責自己。我哋去咗新生活，同嗰個地方拍拖，但偶爾見到一啲嘢，去諗翻舊情人嘅美好，其實都好正常啫。畢竟佢佔咗我哋生活好大部分。我有 homesickness 嘅時間係我嚟咗呢邊可能第3年，嗰段時間呢係已經生咗2個小朋友啦，咁所有嘢都一腳踢啦。咁我呢邊又冇人幫手啦，小朋友又細，又變咗做家庭主婦，所有嘢都逼埋晒一齊，情緒好低，唔知自己做緊咩，有少少逃避行為。即係可能就唔想出街面對當地嘅生活，跟住呢就不斷喺度碌個電話睇翻香港發生咩事啊，啲朋友做緊咩啊，將自己嘅重心呢變咗回顧過去啦，完全忽略咗眼前嘅生活。但係如果我哋要適應呢個思鄉，我哋嘅核心要做嘅嘢唔係即刻愛上新嘅地方，而係首先要握咗你大陸嘅杏仁核。杏仁核係負責恐懼同埋警報，當環境陌生嘅時候，佢就會令你處於高度嘅壓力。所以我哋就建立 small wins， 透過一啲可以重複、可以預測嘅行為，話俾自己大腦聽，呢度係安全嘅，我係有控制權嘅。例如點呢？我哋唔好即刻話要探索晒成個城市，我哋由自己屋企開始。做一啲好細嘅事，令你自己有掌控感。心理學發現，完成簡單嘅任務會產生微量嘅多巴胺。咁我哋就可以試下，一起身我哋整理床鋪先。呢一件簡單嘅小事，就會令到你自己有一種掌控感。咁你就開始咗你嘅 Good Morning 啦。另外，你都可以試下由嗅覺着手。因為嗅覺係唯一直接連接大腦情緒中心嘅器官。買返你以前用開嗰隻香薰，或者洗衣液，或者柔順劑，或者番梘，用熟悉嘅味道去軟化陌生嘅環境。跟住我哋就開始少少嘅社交，唔係即刻去識朋友，我哋首先去成為一個熟客先，即係可能你去附近嘅七仔或者附近嘅 cafe。成日去嗰間超市，固定時間去，咁職員呢通常都會認得你嘅。我哋唔需要去交朋友，我哋可能要嘅只係對方點點頭或者微笑一下，知道哦，你嚟咗啊，呢個感覺令到你認得呢個環境，令到你自己知道其實有人認得我，有人會知道我喺呢個社區生活過，我並唔係一個俾人唔記得咗嘅人。我並唔係一個可有可無嘅人，我哋唔需要強迫自己去做一個大型社交，但係呢一種微社交已經幫到你舒緩自己嘅孤獨感。如果你係對陌生環境恐懼嘅，咁我哋就每一日搵10分鐘去行一條街你未行過嘅，淨係行10分鐘就得噶啦。無論你有冇見到人，又或者有冇見到鋪頭，有冇見到任何嘢，行10分鐘你就可以返轉頭。先令自己熟悉嗰條街，將嗰啲未知變咗做已知，去擴大自己嘅心理安全邊界。然後我哋就可以認知重建啦，將逃避變成主動選擇，允許自己每一次嘅嘗試都可能會失敗，但係話俾自己聽，我唔係唔得，我只係學習緊。可能每一晚都會寫低你自己今日做到一件小事，譬如我發現咗超市 A 同超市 B， 原來超市 A 嘅菜平啲，超市 B 嘅肉平啲。記得一個好小嘅成功感，係話俾自己聽，我正喺度學習緊，我亦都正喺度進步緊。你可能會覺得呢啲濕濕碎碎嘅嘢有咩用啊？我仲好掛住屋企，我仲好想睇到香港嘅生活。
但係科學就話俾你聽，情緒係行為嘅副產品，你唔可以單靠諗去消除你嘅焦慮，你要靠喐一切嘅行動去改寫你嘅大腦對環境嘅威脅評估。呢一種 small wins 唔係令到你開心，只係想令到你唔好再驚落去。我整咗一個小小嘅行動清單，如果你哋需要嘅，留言 small wins 我就即刻 send 俾你。By the way， 雖然我知道不斷去揾翻 social media 睇翻香港嘅嘢係好似好舒服咁樣，但係過度頻繁嘅舊回憶會令到大腦視覺皮層繼續咁樣留喺過去，阻礙咗你處理當前嘅環境資訊。所以我哋都要控制下自己，每一日定一個時間，淨係睇咁多，其他時間就去專注翻自己當下嘅生活。一開始可能係有啲唔舒服，但係接受呢份唔舒服係適應嘅第一步。就算我哋要承認自己孤單，承認自己孤獨，都唔係一件可恥嘅事。情緒係真實嘅，無論情緒係咩，接受佢等於接受返自己。如果你依然都覺得孤單嘅，你可以同我分享，因為我都經歷過。誠實咁表達自己都係愛自己嘅行為。發生任何事之前，都可以提醒自己，我哋都先呼吸，再去過自己嘅生活啦。今日個心靈旅程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